廣州人習慣將珠江叫做海，比如對面嘅就叫海皮啦，指嘅就係元江路一帶。咁但係珠江南岸偏偏就叫河南，而唔係叫海南。咁究竟廣州人口中嘅河南實際包括啲咩地方呢？唐代嗰時，河南島仲係荒蕪之地，詩人劉禹錫寫過河南大洲無人居。南漢時期開始有漁民聚居，最早嘅村落就喺搖頭村，即係而家嘅瑤溪一帶。咁宋代嘅南海百詠記載啦，河南洲上有村墟，漁舟晚唱歸。南宋時期建嘅南海神廟，河南之成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。咁喺洪武年間建成第一條石街搖頭大街。咁晚明出現首個私家園林，明代以前成個海珠區就叫做河南啦。明清至民國專指嘅就係白鵝潭到草坊圍呢一段3公里城區啦。建國之後又重新涵蓋咗成個海珠區，包括咗官州島、鴉髻沙島，總面積有 90.45 平方公里，四面環水，係廣州南大門嘅航運樞紐。清朝嗰時，富豪咧就睇中咗呢度半城半郊嘅優勢，潘家花園、萬松苑最威水啦。秀珠涌一帶就係富人玩樂勝地，詩人吟詩作對都中意嚟呢度嘅。咁可惜喺60年代改成咗暗渠。清末民初3大墟市：福仁市、秀珠市、奇興市。咁去到1921年，河南由原屬於番禺劃歸廣州，設洪德、蒙勝、海棠3區。民國時期嘅河南73村就好出名啦，但係多數都係住平房同埋水上艇戶嘅。隨住時代嘅推移，唯一唔變嘅就係變化啦。當年跳橡皮筋嘅笑聲，舊陣時涼茶鋪嘅銅壺同街口老伯嘅收音機已經靜靜咁消失咗。但係新嘅故事又喺外賣小哥嘅電動聲同埋直播鏡頭前不斷生長。時代嘅浪頭打過嚟，帶得走舊物，卻帶唔走人心底嗰份溫熱。阿媽煲湯嘅香氣，永遠就係回家嘅信號。榕樹頭下嘅棋局，照舊殺到風生水起，變同埋唔變，就似珠江水流住兩岸新起嘅高樓，照映住千年嘅月光。